我哋成日話咧年紀大機器壞，老人家咧最常見咧就係一啲退化性嘅膝關節炎。退化性膝關節炎咧就係因為隨住一個年紀嘅增長咧，咁啊膝關節一個長期咁承受一啲重力咧，或者一啲外傷啊，或者一啲免疫性嘅疾病，譬如一啲類風濕性關節炎啦，咁佢就會令到我哋啲軟骨啊好容易退化磨損。通常有啲症狀咧就係話佢關節會痛啦、腫啦、好僵硬啦，或者係變形啦，同埋佢活動會受到障礙啦。譬如佢行路會好痛啊，上落樓梯會棘住啊，嗰個膝關節會成日有啲叽哩呱嘅聲音啦，喐嘅時間。咁然後咧就會覺得好似冇乜力啊，踎低起身又覺得比較困難。咁啊中醫咧就會有一個內因同外因兩方面啦。內因咧就係因為佢年老體弱啦，肝腎不足，咁脾胃虛弱。肝咧就主筋嘅，腎咧主骨嘅，脾胃啊化生氣血，咁氣血唔夠嘅時間咧，我哋筋骨就好容易失養啦，咁就容易引起一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而外因咧主要就包括一啲風寒濕熱等一啲邪氣嘅影響啦，或者係勞損啊外傷咁樣。西醫咧一般咧就會處方一啲口服嘅消炎藥、止痛藥啦，又或者係注射一啲玻尿酸去個膝關節嗰度嘅，咁嚟減輕嗰個疼痛。咁亦都會做一啲物理治療啦，去改善嗰個肌肉嘅力量咧，等佢嗰個關節嗰個軟骨磨損啊減少啲咁樣嘅。咁但係如果啲整體嘅效果都唔好嘅話咧，最後咧就會做一個手術去做一啲人工關節嘅置換咯。對於患有關節退化或疼痛，但係就未需要做手術嘅人士，中醫治療係可以改善佢哋嘅關節炎症、逆轉退化同埋降低做手術嘅機會嘅。原因係關節健康同身體嘅臟腑強弱息息相關。譬如話氣血充足、肝腎充盈嘅話，咁關節炎退化嘅問題係可以得到大大嘅改善，甚至係治癒嘅。中醫我哋治療係可以做呢一個扶正祛邪啊。咁如果患咗關節退化又需要做手術嘅人士呢，喺等做手術嘅時候，可以利用中醫治療呢作為一個舒緩嘅治療，可以幫到佢哋止痛啦，俾佢哋可以好似正常人咁嘅生活，亦都可以延緩個退化，甚至係可以降低做手術嘅機會嘅。臨床上亦都有啲案例係已經俾現代醫學判斷為需要做手術嘅個案，但係經過中醫嘅治療之後呢，可以唔需要做手術，亦都可以如常咁生活。早期咧，如果我哋用中藥咧，我哋會有一啲活血化瘀嘅通經止痛嘅藥為主啦，而後期我會着重補肝腎啦、強筋骨嘅。咁我哋治療嘅時候咧，一般都會配合一啲針灸啊、手法推拿啊呢啲咁樣嘅方法，可以有效咁去舒緩佢嘅疼痛啦，同埋改善佢身體機能。另外，對於有關節退化嘅人士，通常都有其他嘅全身症狀，譬如話個人成日攰啦、冇力啦、瞓覺唔好啦、胃口差啦等等嘅情況。佢哋除咗係關節痛之外呢，其實喺中醫角度，我哋都可以叫做異病同治，即係話雖然身體出現咗唔同嘅退化症，但係喺中醫角度嚟講咧，可能都係屬於氣血不足啦、肝腎虧虛啦等等。咁透過中醫中藥嘅治療呢，可以一並改善以上嘅症狀嘅。嗱，針灸咧，我哋係疏通經絡啦，調理氣血，佢可以改善個局部嘅血液循環嘅，咁啊可以有助修復一啲受損嘅軟骨啦，同埋個消腫止痛嘅作用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都會揀翻一啲局部嘅穴位，主要選嘅穴位會係膝眼啦、獨臂啦、殼頂啦。咁同時咧，除咗一個局部嘅施針之外咧，其實我哋都會通常咧根據病人嘅整體個身體情況啦，去有一啲調肝腎啊、理脾胃啊，或者係補氣血嘅穴位，譬如一啲太溪啊、太沖啊、三陰交啊、中脘啊、氣海啊、關元啊呢啲咁樣嘅穴位。咁對於一啲老人家嚟講，可能年紀又比較大，同埋可能唔係咁適合做手術嘅情況，其實針灸治療或者係一啲中醫嘅治療，對佢哋嘅關節痛症咧，都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嚟嘅。年初嘅時候咧，我就接診咗一個坐住輪椅嚟嘅伯伯啦。咁佢個膝頭哥咧就又腫啦，又痛啦，又脹住啦，咁而且係屈唔到啊。咁所以佢係要好唔舒服嘅，而且有啲骨刺。啱時嘅時候咧，佢嚟即係上個治療床都覺得好困難嘅。咁但係經過半年嘅一個純針灸嘅治療啊，當時因為佢唔適合食藥啦，冇辦法。咁佢就由原先坐輪椅到杵住拐杖入治療室，再到完全唔使用到拐杖，仲行得可以，即係都輕鬆啦。咁佢仲好高興咁話俾我知，佢依家可以上到一啲去揸大貨車喎。咁同埋佢日常咧就篤手指驗血糖嘅時候咧，佢就話嗰啲血咧好容易擠到出嚟，同埋啲顏色就會冇以前咁瘀黑咯。飲食嗰方面咧，我哋建議就避免食一啲譬如話糯米啊、牛肉啊、蝦啊、蟹啊，或者係一啲芒果啊、榴蓮呢啲咁樣嘅食物啦，咁對嗰個關節咧個修復係冇咁好嘅。
咁我哋中醫好強調一個未病先防，有病防變啦。咁未病嘅時候，即係話我哋平時咧好要注意啲膝關節嗰個保暖啦、避風啦，唔好濕到佢啦。咁適量嘅運動，但係又唔可以過量啦。咁同埋要控制一個體重呢方面都好緊要嘅。退化性膝關節炎嘅患者咧，我哋建議咧及早進行治療，而且係一個正確嘅治療啦，一定要保暖個膝頭哥，唔好凍親。